而家咧，一個係我整嘅，一個我呢三個咧係我妹整嘅。你睇我妹幾渣，但你哋千祈唔好話俾我妹妹喎。如果話俾我妹妹嘅話咧，我就下次唔拍片噶啦，俾你睇。然一個咧就係我嘅，我係哪吒組，最後係奧特曼組。一個 V.S. 哪吒組 V.S. 奧特曼組，睇下邊個會贏呢？如果嗰啲個贏嘅就點讚，如果嗰啲三個贏嘅話咧，如果覺得哪吒組會贏嘅話咧，你就點個讚。如果咧係啲三個，你覺得最好我個妹妹嗰個，我奧特曼組咧會贏嘅話咧，請你喺個評論區嗰度打個2字。今天嘅視頻到呢度，你記得訂閱加視頻，訂閱加點讚啦。喂，你有冇攞手機啊？你撳呢個。下次咧，下次我玩遊戲嗰個我 Roblox 嗰陣時，你哋都會收到我信息㗎。拜拜。